2026馬年以下四大生肖犯太歲，運勢各有不同，轉運方法好簡單，記住睇到最後。犯太歲生肖與影響：馬值太歲、刑太歲本命年運勢起伏大，留心健康與情緒，避免衝動決定，宜求穩定。鼠沖太歲變動較多，事業財運亦受衝擊，謹慎理財，注意人際關係，預防口舌是非。牛害太歲亦遇小人或者合作波折，處事宜低調，簽約合作需格外仔細，維護好人際網絡。兔破太歲人際關係亦受損，感情或合作亦有競爭或者破裂，溝通宜圓融，避免意氣之爭。化解建議：一、安太歲，年初至廟宇登記攝太歲法事，祈求平安順遂。二、佩戴飾物，可隨身佩戴化太歲錦囊或雙合生肖飾物。有關服務可進入我師傅白鶴明大師網站 www.fengshui.hk 閱覽。三、行善積德，多參與公益，保持善念，累積福報。四、謹言慎行，今年宜低調行事，避免風險決策，凡事三思而後行。犯太歲雖可能帶嚟波動，但亦都為轉化同成長之機，保持正向心態，積極應對，即可安度時局，迎嚟新機。如需代辦安太歲服務或者推薦廟宇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查詢。祝你2026年逢凶化吉，諸事順遂。